主啊，2025年4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我心中的耶稣是谁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22章47节到71节。耶稣还在讲的时，忽然有一群人来，12使徒的一个叫做犹大的，做前带路。伊惊我耶稣要甲伊针。耶稣甲伊讲：犹大，你用喙针来出卖人主哦。耶稣身边的门徒看到在发生的代志，就讲：主啊，阮用刀甲因刣好无？其中有一个甲大祭司的仆人扑倒去，甲伊正边的耳仔射起来。耶稣讲：毋通阁动手。耶稣望迄个仆人的耳仔，甲伊医好。耶稣甲遐来要掠伊的祭司长、圣殿的守卫官甲长老讲：恁举刀举棍出来，是咧掠强盗是无？我逐日甲恁伫圣殿，恁无下手甲我掠，毋过这是恁的时。黑暗在掌权啦！因掠耶稣，伊入去大祭司的公馆，彼得离远远缀缀耶稣，因伫埕的中央起火，围伫火边做伙伫坐，彼得嘛坐伫因中间。有一个女婢看到彼得往火伫坐，紧紧甲伊上讲：这个嘛是耶稣因迄阵的人。彼得毋认讲：你这个查某人，我毋捌伊。过无偌久，另外一个人看到伊讲：你嘛是因迄阵的人。彼得讲：你这个人，我毋是。差不多过1点钟，阁有一个人坚持讲：这个人确实有伫甲耶稣做伙，因为伊嘛是加利利人。毋过彼得讲：你这个人，我毋知你咧讲甚物。伊还在讲的时，鸡随时啼。迄时主回头看彼得，彼得就想起主对伊讲的话：今仔日鸡啼以前，你话3遍毋认我。伊就出去外面大声啼哭。遐个看守耶稣的人，甲伊戏弄，搁甲伊拍。因用伊的目睭问伊讲：先知，你甲阮讲，啥人甲你拍？因搁讲真侪话，甲伊侮辱。天光，犹太人的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聚集，因甲耶稣押去因的议会，甲伊讲：你若是基督，就甲阮讲。耶稣甲因讲：我若甲恁讲，恁嘛毋信；我问恁，恁嘛毋应。对现在起，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的正边。众人讲：安尼，你就是上帝的囝咯。耶稣因因讲：我是恁讲的。因就讲：咱还需要甚物证据？咱已经有听到伊亲嘴讲啦。伫我心中的耶稣是谁？结束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接落来是耶稣受掠含受审判的场景。犹大带人要来掠耶稣，伊用针喙来指认谁是耶稣。伫犹太文化中，针喙是表达友谊、疼甲尊敬的方式，特别是师徒也是亲密朋友之间。犹大用这种充满疼甲尊重的行动来指认耶稣，表面上看起来若像是尊敬，却是对耶稣上大的陪伴。
这是偌尼啊讽刺！当耶稣问犹大：“你用喙针来出卖人子哦？”搁较互人感受到犹大即个行为的虚伪，以及耶稣因为犹大的背叛所承受的痛苦。耶稣呼召12位门徒去传福音，搁赐因医病赶鬼的权柄。门徒名单中出现犹大的名，但是经文明确讲到伊是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早就已经看清楚犹大的心，要接纳伊做门徒，搁互伊管理财务。通讲耶稣甲其他门徒拢肯定犹大是有能力的人，伊伫团体中有伊重要性和影响力。可惜犹大并无抵挡撒旦的诱惑，走去甲祭司长甲圣殿的警卫官参详，要安怎甲耶稣交互因。根据马太福音26章14、19、16节，犹大因为贪婪，为30个银币出卖耶稣。但是未少学者认为，犹大真正的动机可能比纯粹的金钱利益搁较复杂。有人推测，犹大可能对耶稣的使命感觉失望，亲像其他的人对弥赛亚的期待，是一个会当带领以色列人复兴国家公营的政治领袖，毋是一位教导人行往灵性更新，搁对敌人展现慈爱甲舍己的和平之主。当犹大意识到耶稣的使命毋是要推翻罗马政权的时，伊检采感觉家己对毋着人，所以选择背叛耶稣，希望互人民认清眼前的耶稣毋是众人所伫仰望的弥赛亚。落尾，犹大为家己的背叛行为懊悔到死。当犹太宗教领袖质问耶稣是毋是上帝囝的时，耶稣简洁坚定回应：“我是恁讲的。”这句话展现耶稣面对压迫和背叛的时，从容坚定。耶稣毋捌否认家己的使命，就算面对犹大的背叛、门徒的逃离，以及即将面对的十字架，伊犹原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行往苦路，为世间人完成救赎。耶稣呼召人来认捌伊、跟对伊，毋是爱人出于恐惧，也是自私的目的，反倒是出于疼。犹大的行为提醒咱，对耶稣的认捌，袂当干那是外在外表的军队，是爱真正明白伊的使命，佮将伊的教示融入伫生活，互咱的性命改变，无时无刻全然信靠伊。默想：当一寡人事物无符合我个人期待时，我是毋是会轻易选择出卖别人，直到互家己得到好处呢？当一寡人事物无符合我个人期待时，我是毋是会轻易选择出卖别人，直到互家己得到好处呢？做伙来祈祷，公义的主，求你帮助我，伫每一日的生活中不断思考我心中的耶稣是谁。愿我毋简单伫言语顶面来承认你，搁较伫行动中实践你的教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